疾管署和農業部的防檢署下晡臨時召開記者會，是因為國內出現頭一個 H7 新型 A 型流感病例，個案是佇咧彰化70多歲查甫人，伊是飼鴨的農民，經過治療了後，人已經有較好啊。要若這感染源佫需要來追查，疾管署是認定講是禽鳥類傳染予人的案例，也無人餵予人的情形，這疫情暫時未斷開。國內傳出頭一個本土人類感染 H7 流感病例，個案是彰化70多歲男性阿龍，3月底破病，帶因檢查顯示有肺炎，經過檢驗加基因定序，確認是 A 型 H7 流感病毒，屬有歐亞普系。目前正好相關接觸者33人，健康監測到4月7日，有3人依風性食藥啊，後來在6個親人採檢攏陰性，目前個案病況有較好，持續隔離治療。新型 A 型流感的是會有這個急性結膜炎的表現，嚴重的話還是可能會造成這個肺炎啊、呼吸窘迫等等。不過也有一些這個新型 A 型流感造成這個在人類身上可能是只有輕微的症狀，或者甚至可能是無症狀。疾管署表示，已經甲農政單位啟動聯合防疫，包括去個案的主體、禽場、甲病院進行疫調、甲流行病學的調查，佮對養殖場移動管制。雖然養殖場動物採檢結果攏是陰性，不過也是會針對附近禽場擴大採檢，查清楚感染源。疾管署初步懷疑，這有可能是杜鳥的鳥仔屎引起的，研判是個案禽傳人事件，而且無人餵予人的跡象，疫情暫時無擴大顧慮。鄰近的廠的部分那會再去做採檢的工作，然後再一樣送到獸醫所去做鑑定。那原先它這個廠本來就是陰性依照我們禽流感的這個防治措施，除非它是陽性廠才有可能會進行撲殺。我們目前的調查顯示說，它並沒有出現其他陽性的，不管是家人或者是禽場當中的禽那所以並沒有進一步的傳播疾管署提醒，禽畜養殖相關工作人員佇作業過程愛落實自我防護，已經甲飼鴨的協會聯絡，會免費發放差不多5萬片喙罨予飼鴨的人員。一般民眾愛避免去接觸，也是飼這的禽畜，嘛莫青食禽類的鳥仔卵，也是製品，通降低感染新型 A 型流感的風險。記者採訪報道。